北约的秘书长张宏文乌克兰，讲北约甲军火商签24亿欧元的订单，会继续提供乌克兰火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是中秋节，唔知这观众朋友敢有出去外口赏月娘？今年满月是2015年以来上介圆的中秋满月，若是今年看无到，就要搁等14年啊！想要留下来看月亮。如果我们还没走的话，趁这个机会，就是刚好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一起赏月。下晡头日日食汉饱，暗时啊，抬头看月娘。今年的中秋佳节，民众了用不妨抬头看天顶，有机会看到将近10年来上圆的中秋月圆。有时候是14号比较圆，有时候是16号比较圆，有时候是17号。那15号比较圆的这个几率大概是40%。今年的就比较特别的是，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它会是台湾的晚上最圆。这个情况要追溯到10年前。天文馆做说明，每个月的月圆大部分是伫农历13至17，想要伫中秋节农历8月15拄去拄到月上圆，敢若1/3的机会。伫21世纪，敢若37届。有的情况圆的时间点是在就是美国适合观看月亮的那时候，可是对台湾来讲，它就不适合观看。在下一次要中秋适逢满月，已经要是6、7年之后的事情。若早错过一届机会，后一届就要听候到2037年。伫这个同时，因为受到东北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落雨机会，所以民众想要赏月，天气是不是会当配合，这拢是关键。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中秋的赏月娘的项目，这别个有啥物方式报互大家知？韩国的中秋是因制作的日子，这家家户户拢会准备澎湃料理，规道摆甲甜甜甜。假使即地中秋，咱是食月饼，韩国人是食这款松饼，是用紫米皮包甜甜的啊。日本嘛食这紫米做的甜露，代表是要感谢月娘保庇因丰收，嘛祈求来年顺遂。而且日本人阁会插歌梦，这嘛是有保庇农作物甲辟邪意义。要是越南的中秋就真趣味，迄天嘛是因的儿童节，囡仔就会挂歌顶出门。有一款讲法是，这大人平常时啊拢咧无闲做事，中秋这天就会休困陪囡仔，就安尼就演变做儿童节。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强新闻。日本今日陆空交通拢出问题，东京航空交通管制部系统故障，要飞去日本东部的航班拢总受到影响。另外 ，JR 京都线的列车嘛信号故障，上无受12万人车帮满分。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统一部的部长金英浩讲，这中国是暗中挺北韩，害国际的制裁拢无啥效果。南韩就警告中国，若是继续挺成北韩，美日韩就会加强合作。英国《Times》报道 ，AI 威胁变大。英国副首相道登就表示，各国爱同齐应对 AI 威胁，西方袂当家己靠家己处理，爱甲中国合作。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有一个查甫总是早前伫咧夏威夷的陆军基地甲兵仔起冲突，这附近的机场甲学校当时拢有暂时封锁，保证人已经抓到。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新年度预算案还未过，政府恐惊是10月初1就要关门。已经有员工收到休无薪假的通知。最重要的单位，亲像是军人，虽然要继续上班，不过恐惊会暂时领袂到薪水。来关心国际关系，北约秘书长昨是去访问乌克兰，讲北约已经甲军火商签24亿欧元的订单，会继续提供乌克兰火药。也若是罗西亚是宣布讲，明年的国防预算要增加7成，而且这战争也未结束。总统普京就讲，要甲因占来乌克兰东部、南部列入因的领土。北约秘书长李贝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总统泽伦斯基见面，伊提起北约最近甲和军火商签订价值24亿欧元的合约。其中10亿欧元是确定的订单，要买回关键弹药补充库存，让北约会当继续军援乌克兰。泽连斯基嘛要求北约协助乌克兰提升防空能力。Лише за минулу річ російські терористи використали більше ніж 40 шахедів і
Так майже щоночі продовольчої безпеки потрібна і відповідна інтенсивність тиску на Росію та відповідне посилення нашого повітряного щита. Today your forces are moving forward. They face fierce fighting, but they are gradually gaining ground. 苏托廷8日当时阵牵制罗西亚军队逼近北约的会员国罗马尼亚。罗马尼亚边境最近几礼拜发现罗西亚无人机的残骸，推测是攻击结业国乌克兰来对落，引起罗马尼亚当局忧心战火的小计境。事实上，俄乌战争了后，北约就加强东边的防线。不过最近苏罗发起亲俄势力声势抢权，西方国家忧心，若是亲俄的民粹政党第30个国会大选选赢，会破坏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同一天，罗西亚总统普林和新当选的地方首长时顺，包括去年9月，和罗西亚占领的顿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甲扎波罗热，因为地方选举的候选人拢是罗西亚政府所指定的人选，乌克兰讲选举是有违法的。И эт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значимое событие, важный шаг на пути полноценного вхождения новых регионов в единое правов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нашей большой страны. 这些地区去年都已经举办争议真大的日落公投，结果有9成的票数支持日落。虽然普林讲最近举办的地方选举，和罗西亚更进一步走向全面统一，不过罗西亚并无全面掌控这个地区。另外，罗西亚嘛宣布。2024国防预算会增加将近7成。政府发言人讲，罗西亚目前伫咧混合战争的状态，增加预算是绝对必要。公视新闻杨岩编译。真侪所在餐饮业拢面临抢工的问题，所以讲一寡头家得用 AI 机器人来斗相工。中东的科威特餐饮业引进的服务机器人，会晓讲真侪语言，会当斗送餐服务人客。不过，目前机器人敢若会晓做固定唔免变巧的工课，所以讲暂时也无法度取代真人服务生。甲饭菜放伫机器人的盘顶，机器人就随时触发，变做出菜服务生。人客拢真注意伊的表现。料理送到位，机器人可以讲每一个月话提醒人客。要若真正的外场工作人员，只要去订餐的饭桌听候。再甲饭菜送上桌就会使，安尼外场的人力较省，嘛减少饭菜时阵烧弄的风险。Moving forward, this will be the way. It cannot be 100%, I would say, but at least yes, 60-40, 60 human and 40 robots. Yes, why not? It will replace. 送餐机器人会转活，有时阵爱火车，甲机器人所需要距离算好好势。餐厅位置图输入电脑，试一个 Enter， 机器人就会照路线来到指定的饭桌。اليوم العالم عم يتطور نحو هذا الشيء، اليوم اللي صار في حتى عمليات جراحيه عم يستخدم فيها الروبوت، فممكن يوم من الايام يصير الروبوت يعني ياخذ جزء اكثر من الموظفين بالمكان. بس اكيد اليوم كموظف زبون بده موظف يتفاهم معه يحكي معه، الروبوت اكيد حيكون في له اداء جيد بالمكان، حيساعد الموظفين، يمكن يسرع عمليه العمل، بس ما بتوقع انه ياخذ مكان الموظف، بس نحن مع انه يكون زياده بعدد الروبوت بالمكان، ما عندنا مشكله ابدا. 全球欠工的状况真普遍，服务员机器人嘛大量进入各领域。除了科威特拄啊开始以外，台湾真侪餐厅嘛开始使用服务型机器人。不过全台已经使用的机器人80%也是进口为主，而且主要拢是按中国来。未来 AI 机器人的功能会愈来愈多元，台湾的机器人厂商伫功能甲技术顶面，阁有真大的加强空间。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若讲到红头毛，咱就会想到捌统治台湾荷兰人的模样，阁有真侪故事甲囡仔歌，嘛是安尼形容西方国家的人。不过其实有真侪红头毛的人，拢讲家己捌因为这头毛的色水去受到歧视。所以讲荷兰就一年会办一届红毛庆典，鼓励这红头毛的人欢喜做家己，唔免要意别人的眼光。全世界规模上大、正特别的红头毛的庆典，伫荷兰南部的蒂尔堡市举行。伫咧遮，红色唔仅是一种头毛的色，也是一种值得庆祝的身份。就由画图、化妆、保养皮肤、翕相、音乐，抑个快速约会等活动，互参加的红头毛的人增加对家己的了解，莫去插别人的眼光，家己快乐就好。 Every time I come here, I feel a bit better about myself. You see, you know that a lot of gingers do get bullied for having red hair.
and it's a shame. It's a real shame, and I get it a lot in Scotland, which you would not believe. Weirdly enough, Scottish people like to treat each other a wee bit harder. 红头毛是北中人正罕有的遗传，几落千年来，欧美地区的成为故事、文学经典，拢有对红头毛的人的偏见甲歧视。就连电影作品《哈利波特》也常常对红头毛的人的踢笑甲口舌，更加加深一般人对红头毛的人无好的刻板印象。 The big motivation was just to see more people like us and have a sense of community as a redhead, because it can feel isolating when you don't see a lot of people like you. And here, it's just so exciting to see everyone with red hair, no matter the shade of color, come together and celebrate what has made us unique in our own homes and countries. 红头毛的庆典是荷兰的画家巴特鲁恩·霍斯特伫咧2005年所创立。迄当阵，伊伫地区的报纸刊广告，要找15位红头毛的 model， 结果选来150个人报名，伊为啥会晓拒绝别人？所以就请所有人最近翕一张相，也互伊开始有筹办红头毛的庆典的想法。2013年，大家最近翕相的时阵，有1672人参加，还佫登上金氏世界纪录。 今年的活动有80个国家5000多位红头毛的人来参加，代表性的口号就是无出版的面，就敢若是天顶无星的暗暝。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感谢您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后礼拜一再会。